对不起啊，让你受委屈了，还好吗？不好，我一点儿都不好。路飞哥，为什么呀？就算阿姨她不喜欢我，为什么她这么讨厌我？我跟她不过才见过2面而已，她为什么就这么的讨厌我？上次是我穿的不好，但这次我已经没有打了。不是你的原因，我父母就是这样，他们俩的关系从我小时候起就很恶劣了。别说是你了，我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。原来是这样，不怪你。每个人都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父母。我会跟你一起面对的。不行，你没有必要卷进来，青青。没关系的，你放心吧，不是，没有必要委屈自己。我不委屈。你这是何苦呢？我自己也有很多的问题，我的家庭也有很多的问题。你完全可以去爱一个别的人，谈一场健健康康的恋爱。我不要，我就要喜欢你，我就只爱你一个。陆飞哥，我以前不明白，现在我懂了。我知道你为什么说你不要结婚了，你是怕我处理不好婆媳关系。我现在都懂了，我能理解你。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的在理解了，但是我的情况，以你的阅历，以你的性格，我们真的不是最合适的。我不想看到你在因为跟你没关系的事情活得战战兢兢的，这不是你应该有的人生。你有你自己的人生规划，没必要被我们左右。我的人生规划都是在认识你之前的，现在的我没有人生规划，我都听你的。陆飞哥，我把我的一颗心都交给你了，也许它不是你喜欢的形状，也没有你喜欢的颜色，但是这是我唯一的一颗心，一颗真心。拦都拦不住，他还是一头闯进我这本烂账里。我发现我跟他沟通特别困难，就这么难聊？非常难聊。说的太直白了，他受不了；说的不直白吧，他又听不懂。我发现他整个人就是一个小孩子思维，把这个世界看得特别简单。他现在整个人处在一种非常不理性的状态里边。我越说危险，他越觉得自己英勇。当初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没发现不能交流啊？他在他姥姥重症监护病床前面宣布我是她男朋友。我也试过把这种单方面的表白变成双方的，因为之前他的确有过让我觉得还不错可以对话的瞬间，但是这些瞬间就像昙花一现，绝大多数时候他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无论我说什么，他都能答应，但就是不改，继续犯错。现在你妈还反对？我妈有时候是偏执点，但是这次，某些程度上可能真的要感谢她的偏执。如果不是她的话，我可能潜移默化跟青青走得更远更从，贪恋她的优点，习惯她的陪伴，把喜欢当成爱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对她来说更不公平，伤害更深。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真诚，理由充分，而且不难懂啊。可是青青为什么听不进去呢？是不是你没有聊好？你这个人
就是太委婉，说话的时候太顾及别人的感受。要不要我帮你去跟他聊聊？算了吧，我还是找别的办法吧。原来你们男人啊，这么怕遇到不能沟通的女人啊？不然呢？不好意思，王女士，杜医生今天请假了，我给您改到明天，您看可以吗？好，那明天下午2点。好，谢谢你的理解，再见。陆医生怎么了？请假了，你不知道吗？说是好像身体不舒服。小梅，我出去一下。请问凯文在吗？你怎么来了？青青把我这地址都告诉你了？哎，我要搬家了。不是他告诉我的，是我在诊所的就诊记录里边查到的。你那个智齿洞快长好了吧？还是被发现了是吧？试试吧。干嘛送我鞋子啊？因为谈恋爱跟穿鞋很像，合不合适、舒不舒服，只有自己最清楚。很多鞋子刚开始的时候都不舒服啊，但是穿穿就好。穿穿好不了，还会把脚磨出泡，也会让鞋变形。我其实不知道路飞哥他家会是这样的情况，所以你就踩雷听响，他跟你说的话你就当耳旁风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路飞的处境啊？我没有想让他为难。昨天吃饭我也看出来了，阿姨她很喜欢你，所以我想让你帮我。我怎么样才能让阿姨喜欢上我？靠讨好别人来获得认可，不累吗，青青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截然不同的性格，没有必要去复制他人。要相信自己本来就很优秀。如果你把这些时间和精力，把这些情感放在去寻找一个适合你的人身上，不是更好？我爱他是我的事儿，与他无关。这碗鸡汤都馊了，你怎么还喝呀？爱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。你以为我想爱的这么笨吗？我也想爱的聪明一点，让他轻松一点，所以我才来找你的。我已经很努力的帮你去解决问题了，是你自己在一个执念里不肯出来。我是真的很爱他，那你更应该放开他，也放过你自己。好了。看看镜子中自己的脚，跟他说一句委屈你了。
你既是好嫁，也是好嫁，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我是人缘太深啊，这么费洗发水，买1送3啊？正好赶上他搬店甩货。青青这朋友靠谱吗？不靠谱，但是起码能交流，能站在男人的立场上想问题。我今天真是使出浑身解数了。如果他真是那么执着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已经做好了，大不了就搬家换工作吧。多亏得慌啊！走的时候再走2瓶，我用不完。我家已经有4瓶了。我走了，你早点睡吧。唉，唉，我只有1瓶的量。不行，把这都喝了。你疯了？这么多我怎么喝得了啊？哈，你也知道没两下还会死，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。我总不能看着他家有情况，然后我就嫌弃他吧？那这样的感情太不纯粹了。纯粹，要纯粹可以啊，喝酒精，你喝吗？想想你为什么找男朋友，是因为你一个人太惨了。找男朋友可以改善你的生活，而不是做慈善。你忘了你的初心了？爱他才是我的初心。别给我来这套爱情浓汤宝，我就不相信你看他妈这么对你，你心里一点都不哆嗦？那些婆媳大战的电视剧都没看过吧？青青，他家要真是豪门，你跪舔过去也是值得的。可是你现在图什么？我就问你图什么？而且人家还不领情啊！关键，可是我爱他。爱个屁！你别自我感动了行不行？你是不是当圣母有瘾？你哪有那么爱他？你俩是一块登过铁达尼还是怎么着？跟我这儿生死不渝的。行，你别说了，我头疼。你让我自己好好想想吧。你是得好好想想。邢青青，我们聊聊呗。我不想聊。你知道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有眼无珠。我不想听。我不相信你什么都看不出来。我哥明明有喜欢的人了，你还这么贴，你能贴出个什么好结果呀？我不相信你什么都看不出来。我哥为什么一直不谈恋爱啊？等着曼曼姐呗。我姑妈为什么这么喜欢曼曼姐？爱屋及乌嘛。曼曼姐找没找你聊天？是不是也劝你放手？你说全世界都嫌你烦人碍事儿，你怎么就不能放过他们呢？而且你自己想想，就你的智商，你跟曼曼姐去比，你能赢她吗？我都觉得搞。反正你自己好好想想吧，啊。上车吧，这几天我送你上班。怎么收费啊？打表吗？人情债。走啊，陆医生。哎，等会儿。
怎么回事啊？昨儿你请假，今儿青青请假的，他请什么假？说为什么吗？说昨晚失眠了。行，我知道。尊崇。我是很崇拜你啊。尊是什么意思？怎么感觉你有点怕他？是尊重。你这次的事儿，犯的错就错在不够尊重。飞哥，我们俩好好谈谈吧，像两个大人那样。你少喝点儿。说好了，像大人一样聊天，别把我当小孩子。好。女士优先，你先说吧。其实你根本没有必要叫这么多人来劝我说分手，我根本就没有跟你正式在一起。如果单方面宣布恋爱有效的话，明星早就有几百万个对象了。我虽然没有承认，但是我也没有否认啊。如果你单方面跟一个明星宣布恋爱的话，他会出来否认，给你发律师函的。好，爆笑。我从小也是姥姥带大的，虽然她已经去世12年了，但我还是很想她。所以你那天在你姥姥的床前单方面说我是你的男朋友，我也没有否认，是同情，也是移情。反正不是爱情。不是所有美好的感情都是爱情。你们都爱讲大道理，却没有任何人愿意站在我的角度上去替我考虑一下。我不是胡搅蛮缠，我只是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感情。谁又不是水龙头，说开就开，说关就关。就好像今天我已经在家里面想了很久，我还给开文打了电话。我问他我应该怎么说，我也给我父母打了电话，我已经准备的好好的了。我想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跟你讲道理，我要成熟，我要跟你说我尊重你，然后跟你说，真正的爱情是放手。我要酷一点，我要棒棒的。但是今天我在公交车站看到你向我走过来，我就感觉我的心跳加速，我手指尖发麻，我又想尖叫又想笑，我就想扑过去抱着你。我知道
这所有人都想让我跟你说分开，我的脑子也叫我一定要跟你说分开，可是我的心却偏偏不是这样的。现在我的心又想让我不要脸的过来抱着你。怎么办？我怎么这么没用？能不能给我打一针，让我忘了你，让我不爱你？你快点给我发律师函吧，好不好？疗效怎么样啊？感性战胜了理性，这就是我们女人。是慢性病，慢慢来。哼，陆医生对病人的态度，我可是深有体会啊。我很有耐心的，对你那次是唯一一次例外，你那是疾病，得下猛药。我看你现在的感受啊，不是治病救人。哎，是不是有一种第一次杀生的感觉？好比喻，贴切。我今天也算明白了，我们称呼导致感情失败的男人为渣男，其实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。有时候啊，真的是形势所迫，不得不渣呀。我一直没问你，你当时怎么走出来的？你骂醒了呗？我最多只能算是个外因，内因呢？你怎么想明白的？就是觉得越来越没有希望了。理论上你可以追他一直到美国。仅仅是理论。其实我那个时候挺恨他的，但是恨着恨着也就忘了。也许是后面研究生的生活过得太充实了，注意力被转移了，所以学习使我快乐。我看是唱灰姑娘那哥们儿让你快乐了。滚！哎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哥们儿给几十个姑娘谈过灰姑娘。那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那哥们儿唱的太逗了。怎么唱来着？哎呀，灰姑娘，我的灰姑娘，完了。哎呦，刮到了点，没事儿，不碍事儿。实在不好意思啊。要不没关系，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？哎，不用这么麻烦。I want to fly, bring you back. Just give me a reason to keep my heart beating. Don't worry, it's safe now. It's right here in my. 这个不用。
没事儿，刮了点边儿。走吧。嗯，下着了，没有啊，要不换我开？不用。保险公司电话帮你存手机里。真对不住啊，惊动了你们。他妈妈身体不好，还要照顾姥姥，就没跟我一块儿过来。答应你们要照顾好青青，没能做到，真是很抱歉。不怪你，这孩子从小就被我们宠爱坏了，一哭一闹我们就得依着他，还以为在你这儿也能奏效。如果实在不行，让他见不到我，会不会好一点？我也可以申请离职，或者调到别的医院。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，没那么严重，不至于。你就踏踏实实上你的班儿，我要真一瞪眼呐，他还是听我的。您有什么情况需要我帮助的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孩子啊，对跟咱们有缘无分的好人，要学会祝福。叔叔，有件事情我必须得跟您说清楚。我跟青青现在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。刚刚她在里面那么说，我没法打断她，是实在不想再刺激她了。您放心，我都会处理好的。我就是因为知道他有多好，所以我才放不下。会过去的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那我说放下就放下就好了。好孩子，听爸的，时间会治好的。找什么呢？啊，这翻腾什么呢？是不是这个？您又翻我东西。你青青买的？啊？他一共花了你多少钱？他没有。您是不是对他有偏见？你还不承认是吧？我都问青青同屋了，他有一半房租都是你付的。啊，一半儿？哎，我不成不成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得找他去，把他钱要回来。妈，您就别添乱了，我自己的事儿让我自己解决，行吗？那你自己要回来。姑妈，我觉得这手链应该不是送给青青的，给曼曼姐的吧？她过生日那天我买的，后来担心礼太重，没往外送。你该花的钱得花呀，买都买了，为什么不送啊？留着干嘛？您还不知道我哥吗？不敢送呗。小飞，你得坐下，我跟你聊聊。儿子，我呢买了后天回家的火车票了啊。我留下来继续监督你，直到风平浪静，再也不起任何幺蛾子。我呢是从来没有正式的跟你谈你个人的问题。你看你这么大了，我也没催过你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心里早就有目标了。艾若曼，曼曼，就是我心中，哎呀最满意的儿媳妇人选。咱不聊这个了吧？怎么了？怎么就不聊了？
这还不好意思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行了行了，长话短说吧。我不求你说像这个小曼一样这么优秀，你把小曼娶回家就行了。妈，你们别把问题想的这么简单。我哥的意思啊，是怕他追不上。没事儿，不是有我帮你吗？我求你了，别帮我。还有您，你们俩都别乱来，我不想改变和他的关系。嘴硬，连皮薄还不好意思。行了行了，这都几点了，你们俩还不休息？快点回去吧。你嘴叽叽喳喳的，你让你哥休息。我就是你。好，是我，休息吧。走快走。行了行了，别跟我这儿按摩了。像一个梦遥不可及，一碰就碎了一地，假装不在意，只能远远的惦记。就那么一句我想你，放在心里受了委屈，故作不介意，抱自己在怀里，哭了又哭，笑了又笑，想要走去你的心里。原来爱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，写了又写，改了又改，到底下笔落在哪里？谁让我偏偏那么的喜欢你？梦中的那个人好像说爱你，从天而降，准确落在我心里，整个人变得傻里傻气，都怪你。心里的那个人长得好像你，从里到外无一不合我心意，一颗心变得无法控制我自己。照片里边人活了，他找你。我不想见他。哎呀，厉害了你啊！啊，你不想见他，那你拿这照片干什么呀？啊，哎，你是不是特别想把他撕了呀？我帮你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哎哎哎哎！我见过太多分手分成血海深仇的，我自己就有好几起啊！啊，你说这个路飞是不是有点太惨了啊？骗财骗色、隐婚撒谎，他一条都没占，那就成渣男了，那还真是第一个人呢。他一条没沾吗？他没撒谎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有气找他撒去，别冲我来。那就是撒谎吗？哎，青青，这个人真的是……你个骗子，你撒谎了！你跟我去一个地方吧。你就是撒谎了。你说你喜欢做菜，这是个很好的爱好。今天我就教你做一道菜。养花的事儿，我以后也慢慢教你。我不想学。你要学，而且必须学会。如果这不是你给我的最后一个回忆，那我就学。这不是最后一个回忆。如果你愿意当我的朋友的话，我们两个都会快乐很多。
你的朋友？什么朋友？艾若曼那样的？鱼是一种会养的食物，很有营养，你不能挑食，以后要多吃。这道菜叫做白葡萄酒酱汁鲈鱼，鲈鱼200克，红葱头1个，蘑菇100克，白葡萄酒200毫升。开始吧。你的右心房没有位置，你撒谎了。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坦白？下次切洋葱之前，先用冷水泡一下，就没那么容易流泪了。晴晴，其实我很羡慕你的，羡慕我什么？羡慕你有一个健康的家庭，从小到大都健康的成长，勇于表达自己的感情，充满了阳光和安全感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。我也想像你，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我为什么会爱他。你敢说你爱他不是因为你妈妈喜欢他？我对他的感情很复杂，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哦，我不想在这里听你说你有多爱另外一个女人，还让我嫉妒。你没有必要嫉妒任何人，你自己就有很好的友情，很好的亲情，只不过失去一个不合格的恋人罢了。感情是不能够勉强的，也没办法互相帮助，那不叫帮助，只能是饮鸩止渴。喜欢也没办法变成爱，喜欢可以进化成爱啊！你把他从你心里赶走，把爱的名额腾出来，就可以爱我了。是吗？是啊，就是啊。那你把我从你心里拿出来，找一个更值得爱、更适合你的人。我不学了，你早就已经想好办法对付我了，是不是？就快好了，学完吧。说不学就不学，我这辈子我再也不想要吃鱼了。你心里明明已经有人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要用我的爱来证明你对他的爱？我这辈子再也不要见到你！
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按照你说的办法，把他所有希望都根除了。你该不会用了我给你的处方吧？我来就是专门跟你说这事儿的。好了，回吧。真的没事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个处方肯定有副作用。他是不是反应特别激动啊？没有，他是不是挠你了？撸你头发了？没有，回吧。让我看看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路疼，我都没发现。对了，阿姨是不是明天走啊？嗯。几点？我去送她。不用了。我问你几点，没问你用不用。10点。就这么定了。明天上午你家见。嗯。我先上去了。慢慢。有你要的一个处方啊，没必要放在心上。好朋友嘛，就是应该利用起来毫不吝啬的。我失恋那会儿还麻烦你跨省呢，是不是？你的开怀，有我给的宠爱，爱小小悲哀，无限闪冲。不是。你是我的加油站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一点火就着，是不是？你还冲不冲了？曼曼，真是麻烦你了啊！你看，一大早让你来送我。没有，阿姨，我也正好要去天津出差，要坐高铁，没有人送我，这不还是沾您的光啊？哎呦，你说这还真是识大体，会说话，还会安排。你说让人怎么看怎么就让人喜欢。今后过日子就得是这样的，里里外外一把抓的好手。哎，你去天津出差，你昨晚上怎么没跟我说呀？什么时候回？这是啊，不用接我，到时候跟公司的车一起回来。谁说要接你了？我自作多情行了吧？曼曼啊，哎，洛飞这次呢，是我管教的不好啊，一时失足了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妈，不聊这个了吧？这时候你知道丢人了？阿姨，年轻人谈恋爱分分合合很正常，您别往心里去啊。嗨，前段时间我也失恋了，您都不知道，我那时候比路飞丢人多了。哦，你也失恋了？你失恋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不是你什么时候谈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怎么也不跟我说呢？都过去了，你提这事干嘛呀？不是那个，我还是得说两句，妈，你别嫌我啰嗦啊。哎，你看小的时候啊，心不定啊，到了大城市花样也多，完了呢就觉得哎呦还会有更好的，这我都可以理解。但是现在啦，你这个年纪可不行。妈，人家现在就是最好的年龄，您干涉我就行了，你别管妈，你干嘛呀？怎么说话？好好跟你妈说话。对呀，
你不能跟我好好说话，进来就是这样。这现在当妈的，你说几句，这怎么了？这就叫干涉了？我不干涉，我不管，今后哭的是你，将来过日子吃苦受累的全是你。对，就都是你，你知不知道？阿姨都是为了你好。阿姨，您消消火，您在里都是他的不对。他呀，敏感尖锐，现在没错，就真是你说对，曼曼，敏感尖锐也不知道跟谁学的。谈恋爱，这恋爱有什么可谈的呀？不相当功夫吗？曼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？你说这两个人啊，到了年纪了，是吧？找一个过日子的人，两个人一起攒钱，一起买房，结婚生孩子，两个人扶持着，把日子过好了，那踏踏实实的，这才是正道，是吧？真是，我真就谈恋爱真是耽误功夫。快递短吗？什么东西？律师函？谁要告你啊？行。哎，搞什么鬼啊？天津的天气还挺好的。喂，曼曼姐，我哥在不在你那？不在，我在天津出差呢。又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呦，还不是那个神经病邢晶晶，你知道吗？他大清早给我哥寄来个律师函啊！你说他是不是有恶人先告状？把我哥气的哟，出去到现在都没回来。你说他会不会找律师去了？这是都疯了吧？我哥打电话他也不接，发微信他也不回，我还以为他找你去帮忙呢。搞半天你出差了，我就说吧，我这个处方有副作用。行，先挂吧，我知道了。你不是明天回来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也想说，这是老朋友之间的心灵感应和默契。但是不好意思，是你妹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吓得我半死。我直接冲到你单位楼下去问保安，保安说你拿着球拍跑出来了。律师函怎么回事？一路上赶过来，累坏了吧？律师函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一个孩子气的仪式，他要用这种方式证明和我的决裂。我妹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什么事儿都要说的严重一点。也是，我怎么让他给吓着了？就是你，随便用我的办法，出了事我得负责呀。这一路上累死我了，水。你知道这一路上我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吗？我竟然都没有正式的、好好的感谢过你。感谢我？青青这次失恋，让我想起了自己的陈年旧伤。6年前，我能顺利的走出来，你真是功不可没。谢谢你啊，陆医生。我现在啊，最能理解你现在的感受了。手虽然分干净了，事情也处理清楚了，但是心里啊，肯定还不舒服。我给你打会儿球，发泄一下就好了。你会吗？不会应该还不会输啊！少废话了，快点。
把我打趴下来就舒服了。停停停！我要换策略，不要用脑子打球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，休息。腰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心情好多了吧？好多了。我就说我的处方有副作用吧。像你人缘这么好，肯定没有经历过被人讨厌、被人烦的滋味，不是也是正常的。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？我还有什么秘密你不知道的？问吗？你觉得我是一个好人吗？废话，能不能问点有营养的？那你觉得我是一个好男人吗？是吧？你迟疑了。你是，你看你菜做得好是吧？会干家务活，会关心人，人缘好。你当然是个好男人了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可这不是你第一时间想到的答案。好吧，被你看出来了。你呢是个善良的人，但是怎么说呢？直说。善良的人吧，或者心软的人，他在感情里不一定是个好人。我不是说你是坏人啊，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你还记得你跟安卓刚分手的时候，咱们在你家楼下说的那几个自觉吗？当然记得，斩、脱、装，还有你说的变。我哪是什么变呀？我就是装、撒谎、骗人。得了吧你，你不会撒谎。你呀，有时候就是不够果断。你想不想知道，如果我面对青青，我会用哪个自觉？是快斩。第一招，只给。我没有空跟你胡搅蛮缠，我的态度很明确，我们之间不可能。我的态度很明确，我们之间不可能。对，第二招，打击对方心理防线。单纯、可爱、卖萌对我来说没有用，我不需要宠物。哭，99%的人哭起来都很难看，你哭得好吵。99%的人哭起来都很难看，你哭的我好烦。好吵。你哭的好吵。第三招，寓意先扬。你真是我想要的类型，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喜欢的类型。你这说的也太难听了吧？这么说就不坏了？坏啊，坏的想直接一巴掌抽过去，但是有用啊。但凡有点尊严的女生，听到这样的话，都会回到家里把这个男生的照片贴在萝卜上，咚咚咚咚咚这个剁，从此想起他就是萝卜吃多了的感觉，只想把他当个屁给放。
我说了这么多，你能做到吗？其实啊，就算你按照我说的去做了，青青她也不会放弃。执念有一个学名叫虐恋，在你和青青的这件事情里，要说谁有错，你最多占30%，青青她起码占70%。我得占70%。我要是早点跟他说清楚，不往下这么发展，哪有后来这些事儿？我真是看不惯你这么苛责你自己。你就看我目前人生中的3堂恋爱课，代课老师丁宇阳、赵超、安卓，哪一个像你这样有耐心、温柔、循循善诱了？全是填鸭式的屠夫。遇到你，青青已经很幸运了。你要是心里还内疚呢，你就这样想：今天你虐了别人，以后也会有人来虐你。你死活不爱青青，以后也会有人死活都不爱你。这就是一条食物链。那处在食物链底端的人，有可能翻身吗？当然有了。你看过《斗兽棋》吧？老鼠可以吃掉大象，更何况爱情这么不讲道理的，我都还有可能会爱上你。这感觉太奇怪了，我不喜欢这种感觉。我要打给他，问清楚到底是几个意思。纹面甲也不算什么吧，只是天面里的一种。宠溺，那个情境下，他宠哪门子溺？包容，这个倒可以。他是夸我很能包容的，好像也有点牵强。让人家夫妻俩吵架，他这样说太过分了吧？有些话人家没当着咱面说，就当听不见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我对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感情？顾飞，感动，依赖，啊。迈出了这一步，是勇敢，还是愚蠢？不是决定做永远的好朋友，我可能真的搞砸了。爱情应该是怦然心动，日思夜想，脑洞大开，不受控制。可是这些，我跟他在一起时都没有。不是一见钟情，难道是日久生情？他对我又到底是什么感情呢？
喂，你知不知道你已经2个星期没有骚扰我了？哎，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不满？我对你没有不满啊，对你老公就另当别论。感情上没什么困扰了，不需要我这狗头军师了，是不是？忒现实了你。谁说我没有感情困扰？你数了完了没有？数了完啦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周末你跟儿子满园 party。真不想跟你老公有任何接触。哎，这个周末我要出差啊，你看你这时间选的。哎，再说也不是正日子啊。酒店不好订啊，好不容易才排上的。我真的去不了。红包呢，我一定会转账的。行了，你也别转账了，你让路飞直接带来吧。啊，对了，你帮我通知他一声啊，我懒得给他打电话了。干妈不来，干大爷必须要来吧？这都什么辈分啊？他，你自己打给他吧，我怕一会儿忙忘了啊。那个红包我还转让给你吧。什么情况啊？你们俩闹矛盾了？没有啊。拜拜，我在忙。